兒童版《西遊記》由幼師文化編寫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。第38回，公主選駙馬。唐僧師徒繼續西行，好快就嚟到咗布金禪寺啦。布金禪寺距離西天大雷音寺只有2000里路，好快就可以取到真經啦。4個人呢都顯得好輕鬆。悟空陪師傅同寺裏面嘅老和尚喺度談經論佛，突然間花園裏面傳嚟咗一陣女人嘅喊聲噃。長老就話啦：嗰個係天竺公主喺度喊啊！1年前公主俾大風刮到嚟呢度，長老唔知道佢身份真假，又驚有人要害佢，於是就將佢鎖咗喺後院啦。公主成日都掛住自己嘅親人，所以咪傷心到喊咯。第二日，唐僧師徒離開咗布金禪寺，嚟到咗天竺城。哇！城裏面周圍都張燈結彩，啲路人都逼埋晒一齊睇公主拋繡球招親。悟空想睇下呢一個公主同寺裏面嘅公主邊個真邊個假，於是就拉住唐僧逼咗入人群裏面。點知嗰個繡球啱啱好啵一聲就打中咗唐僧，一班宮女就笑住咁行過嚟同唐僧講：恭喜貴人。講完之後就夾住咗唐僧向皇宮行咗過去啦。入到宮之後，公主見到唐僧非常之歡喜啊！原來呢個公主其實係假嘅，佢一早知道唐僧今日要嚟，所以就搭樓招親，故意將個繡球拋俾佢。國王見到個女領咗個和尚翻嚟，心裏面就好唔高興啦。但係公主就話：呢啲係天意，父王唔可以失信於民噶。個國王諗咗一下，又係喎，於是就同意咗啦。悟空去拜見國王，見師傅企咗喺國王嘅身邊，但係就唔見公主。國王就話：公主驚咗你哋個貓樣，所以咪唔敢出嚟咯。悟空懷疑公主係假嘅，心裏面就諗咗一條計啦。佢詐詐地應承俾師傅留低成親，然後就請求國王倒換好關文，等佢哋幾個徒弟仔繼續去西天取經。唐僧見到班徒弟居然唔理自己，心裏面就有啲唔知點算好啦。但係大殿上面咁多人，佢又唔好意思問，唯有對眼白白睇住悟空佢哋走咗去啦。師傅，拜拜。